歐美決裂，馬克龍硬碰特朗普的經濟後果。馬克龍今次真係豁出去，佢正式宣布唔會加入特朗普提國際和平委員會呢張價值10億美金嘅入場券。馬克龍唔單止唔買單，仲公開質疑呢種交易型外交會架空聯合國。但呢份硬氣背後，經濟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嘅紅酒與關稅大棒。特朗普第一時間就瞄準咗法國嘅經濟命脈，紅酒同香檳，威脅要徵收200嘅懲罰性關稅。你要知道，美國係法國酒類最大嘅出口市場，每年金額高達38億歐元。如果關稅落實，法國農業同奢侈品產業將會損失慘重。嘅態度好明確，主權係冇得買嘅。30億反擊戰，法國背後布魯塞爾已經傳出消息，如果美國敢動手，將會啟動反脅迫工具，對美國商品實施高達930億報復清單。到波本威士忌，甚至係美國嘅高科技產品，成為犧牲品。呢場跨大西洋嘅貿易大戰，隨時會令全球通脹再次失控，經濟秩序的崩解。點解馬克龍咁堅持？因為呢個和平委員要求成員捐款10億美金，呢種付費入會模式打破咗2戰以來嘅多邊主義規則，國都跟隨特朗普嘅遊戲規則。的國際經濟將會變成邊個錢多邊個話事。龍嘅拒絕其實係想守住歐洲嘅戰略自，唔想喺經濟上完全淪為美國。面對特朗普嘅關稅大棒，馬克龍選擇咗一條最難行但最尊嚴嘅路。呢場硬碰硬會以兩敗俱傷告終，會迫使美歐重新坐低談判。克龍呢只係英雄表現定係政治豪賭？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同埋記得訂閱我哋下次再分析。